第20題選擇題啦。佢話下列邊一項有關壟斷嘅陳述係正確嘅呢？第一點啦，佢話壟斷者訂立市場價格，咁呢一點係啱嘅。咁啊，壟斷者即係生產啲產品係有壟斷嘅性質喺入邊啦，佢係有佢嘅特色啦。咁呢個壟斷同埋呢個特色值幾多錢呢？咁個壟斷者咧自己去諗啦。第三點，個壟斷者所提供嘅產品是有替代品的，咁呢個係啱嘅。咁雖然壟斷者生產嘅產品好似得佢先可以做得到咁樣樣，但係都可能會有其他嘅替代品嘅喎。例如咧，你住喺新界嘅話咧，咁你一定要用一間嘅電力公司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唔用電嘅時候，可唔可以用其他去替代電咧？可唔可以燒煤咧？等等各樣，咁都可能得嘅，都可能有其他嘅替代品嘅。咁所以第三點咧係啱嘅。第二點啦，佢話當沒有廠商可獲准進入該市場，冇廠商可以進入呢個市場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個係一個政府規管嚟嘅。咁政府規管令到佢變為壟斷嘅時候咧，呢個就唔係自然壟斷啦。